有着30档历史的台南在地建设公司，伫林德区推出新建案，日前公开个案基地1829坪，诉求台南罕见的银级智慧建筑标准主体，每一坪价格来到33到39万，同时甲台南知名酒店合作。互住户享有先进科技的服务。主要是台南精英呢，我们开始跟建设公司，就是一些优质建设公司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商模叫云端管家的一个服务。那我们非常荣幸呢，跟台南在地这个经营非常优质的重大建设，那个有这个云端管家的一个合作。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开幕盛会的话呢，我也很开心哈，就是说让大家知道，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，我们利用 AI 跟住户沟通，那我们会提供4大领域8大项目的一个服务给这个住户。那么当中有一个是叫做学习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安排很多的亲子活动的这个课程。除了甲酒店合作，建设公司更甲杂志品牌以及脚踏车品牌签署合作，要来颠覆建筑规划甲生活体验，提供建案的住户大型生活形态。希望能够打造符合台南在地生活的建筑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有些新科技或是建材的尝试应用。更因为中大建设在台南已经超过30年，我们对市场的敏锐度远远的超过外地的上市柜建商。6月10号，近要举办中大时光生活节，一节台南在地潮品牌，横跨3个月，要互台南人亲身感受到伫未来理想的生活模样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